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看到讲全世界拢咧注目的，就是咱看到这个扩大这个货轮，总算是指引甲正常这个航道真正是不幸中的这个万幸咱看到讲，这个是苏伊士运河100外来，这个咱讲上大的这个危机总算是解除啊。讲的就是这个中英海运向日本准公司租的这个大型货轮中速号 Ever Given 咱看到讲3月3规掠摊坏咱讲。扩大伫咧苏伊士运河这400公尺的这个船身卡条的，咱讲阻挡着南北双向的这个航道造成海上交通是大塌啦经过6天，咱讲挖山也好，清山也好这个怪手伫遐点睛来去做啦拖船的嘛来抢救最后真正是好哩佳在，搁拄着咱讲这个满月这个大漏水，这个船会当正常来去运行啦但是咱讲航线已经通啊，但是伫咧后面呢排队搭车。该等3天的时间才会当完全来去消化到底咱讲这个扩大这个原因有啥物咱等下好好来去分析但是咱嘛讲，因为这个长速轮这个卡伫苏伊士运河一礼拜，咱讲全球经济升长估计超过1.7条这个代票啦国际咱嘛看到讲这个原物料这个价格是有起有落啦未来咱讲搁有这个真侪大船的经过，咱讲所有的这个咱讲这个苏伊士运河，经过这个机会，还搁真侪安怎预防，亲像这款的这个代志搁再发生。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讨论。现在下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邀请前海军新港舰的这个舰长吕雷斯，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这个保险专业人员吴家宝。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所以咱等下邀请到台北海洋技术大学这科技大学航海系兼任副教授伊同款嘛经过着真侪这个驶船这个经验嘛经过，咱讲苏伊士运河蒋湾站等下来到咱节目现场首先要带观众朋友看这个咱讲151点钟的这个抢救，这条船会当正常来行伫这个航道啦但是咱看到全球这个大升长经济这个部分咱会好好来讨论，先带大家做来看。拖船是喇叭庆祝台湾长型海运租用的巨型货轮长速轮，伫台湾时间29暗9点04分，总算会当刷叮当。长速轮卡伫咧苏伊士运河要加1礼拜，即嘛个登到航道的中，发动引力慢慢刷叮当。4:30 النهارده الحمد لله تم الموضوع على خير بعد 6 أيام من جنوح السفينة. بحيي كل العاملين في هيئة قناة السويس على المجهود اللي بذلوه خلال ال6 أيام دي. 协助处理的专家讲，这边的行动是不离本队。What we more or less did is we used the water power that was in the canal with the returning tide to push the vessel where we were pulling it,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s we hop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did the trick. 拖船伫咧边斗3天后刷顶人的过程较安全。长速轮伫台湾时间30透早饭点左右，到苏伊士运河的大库河水系做检修。当前发声明感谢，讲伫事故的调查报告出来了，会协助尽早处理线内代志。危机解除了，苏伊士运河搁恢复通行。严过专家讲，到年底之前，也有至少24000只货柜船要通过苏伊士运河，甚至会出现比长速轮更加大只的船，要特别注意。So I think what's going to happen is when you go through the Suez or other fine choke points, that they have to say, okay, when this class of vessel goes through, it has to have a escort tug, or we have to have more tugs on standby. 根据 BBC 报道，德国的保险公司安联分析，这边运河航路未通，可能予全世界无益，每礼拜损失60到100亿美金。即马有425只船排队买过运河，其中113台会当伫今仔日通过。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译。是咱看到这个扩大的原因嘛，有人讲可能是这个强风，还是讲有这个沙的这个影响这个雨沙伤大影响啦但是咱看到讲这个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讲啥，可能是技术还是人为这个因素较大啦所以咱看到讲伫遮完全拢甲拖起来，咱讲会当互伊行正常来去伫
这个所谓是运河来去行的这个部分吼，真正过来进行着这个进步的这个适风性的这个检验吼。首先，咱来请教舰长啦吼，就是咱看到讲到底这个事故原因，有人讲真济啦吼，但是上主要的有人讲是机械，还是讲吼这个船的本身人为这个部分较有影响，你安怎看咧？不管说是我们这次所谈到的这个长次轮，或者是飞机来讲，其实一般会出现这种意外哦，都是天候的因素，或者人为的因素，或者是机械的因素。那这些因素所可能造成。那现在呢，第一个啊，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船舶啊，它上面都有个VDR 的装置，就是无论说是你下达什么样的车令，跟下达什么样的舵令，就是不管你是前进多少速度，或者是你要转多少舵角，其实电脑都帮你记录得清清楚楚。所以未来只要透过这个 VDR 的回溯，就好像我们看到飞机的黑盒子一样，其实都可以了解当初发生的是什么样的事情。那但是我们要这样说啊，如果根据描述，就是他在出事之前，其实碰到了很大的沙尘暴，然后风速是40节。那40节的风力，大家大概很难体会那是什么样的风哦。那我这样子举个例子啊，我以前在担任舰长的时候，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要进入马公，那进入马公的时候，它大概就是33节到36节的风。那个风有多大嘞？那个风可以把我嘴巴里的口水吹出来，那就是非常大哦。那个时候我去靠的时候，其实就考验我们舰长个人的船艺啊。那而且船本身呢，它跟汽车不一样，它没有所谓的刹车。OK。那我们在靠港的时候呢，那我们除了可以靠进车或者是退车，然后或者是有那个拖船来顶进去，或者是我们可以靠缆绳来控制。可是如果是在运河里面的话，它就没有这些这么多可以协助的。那但是像我们这次讲的这么大的一个货柜轮，它是22万吨哦。那以这样来讲，它船手有所谓的手推，就是船手推进器。那什么是船手推进器？就是当我们要靠港的时候。那他船手如果有推进器的话，那他可以直接的推进来，可以直接塞到这个岸边，那个塞进去。因为那如果说在这一次这个运河边，其实我们看到40节的风，那以超船来讲啊，那我们没有那个尽量避免风从正横来，因为像这艘船，它船上有18300个货柜，然后这个亲像一道。这个咱讲围墙共款，那风一个扇，可能嘛是扇倒去。对，那风这样吹的时候呢，其实你如果采用低速的话，很容易受到风跟流的影响。OK。那所以我们如果说回溯那个 AIS 的它的轨迹的话，会发现它好像不断的向右修。然后我们向右修呢，因为它向右修的时候，风从右边来，它稍微顶一点风。顶一点风的话，它比较好控制。OK。那但是呢，这一次现在有人说它是船上的电机有故障。那这些日后都可以厘清。但是它可以靠舵的运用，还有手推的那个舰手推进器的运用。它向右之后，它可以用手推，因为它可能太接近岸边的时候，它用手推把它的舰手推过来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它可以维持在它很接近右边的岸边，但是又不致撞上。那但是它撞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家都可能就像我现在手上这艘船，它其实是没有球形船手，它就是肩形在前面破浪的。那事实上来讲，现在大部分的这种货柜轮啊，它都有球形船手。球形船手是什么样的原理呢？它就是在海水还没有接触到船的前面的时候，它球形船手已经碰到海水了，它就可以排开海水，然后造成一堵水墙。降低船的一个摩擦力，让船更省油。是，降低船的这个摩擦力了哈，会较省油的对吧？那所以大部分都有这种球形船手的设计，可是呢，偏偏就是它这个球形船手呢，直接撞到
拄到这个撞到花边啦哈，对，直接撞到那个它的那个堤岸的旁边。我们一般认为啊，这种不管是运河旁边啊，或者是港的旁边，它应该是垂直的。其实它不是垂直，它下面是空的。哦，它为什么下面是空的嘞？因为它要避免啊，当我船去靠的时候，去靠这个码头的时候，如果说嘞，我的下面是垂直的话，那一不小心可能会碰到我的车叶。都卡掉了。对，碰到车叶的话，那车叶损害是非常大的费用啊，而且它造成了所谓航运的 delay。那现在我们所看到，为什么这些船它有这么多的货柜啊？其实是因为全球定期航线，就是它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它定期到达那个点，那到达那个点，它要把那个货柜卸下来。所以一般来讲，大部分的船长啊，都会把船速控制的早一点到，宁可早不要晚，因为晚的时候，因为这个早晚的时间其实是这个船长的重要的一个绩效。是，所以咱嘛讲到吼，有人咧讲这回这个吼。咱讲船会扩大的原因吼，有人讲伊伫这个进入去这个苏伊士运河的时阵吼有超速，但是这是这个船公司的这个讲法，尾手嘛是爱去去调查，但是咱讲这个船吼要去控制伊的这个速度，其实吼嘛是爱靠这个船长，甲有咱讲这个领航的这个人员吼，甲因这个咱领船这个部分吼，有一寡这个沟通吼，唔知这个舰长家有看到什么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海军的军舰啊，我们也有临港，我们进出港的时候也有临港。是。那我们的临港嘞，其实就是以前我们的学长，那他们是有相关的条件，例如说一级舰舰长担任完之后，然后经过了一些训练，然后他担任临港。那这是我们海军的一些规定啊。是。那事实上来讲，像那个时候我的锦江级啊，那它比较小，我们的那锦江级就是600吨，那但是这些临港以前带的是成功级，大概4000吨，那或者是像我们现在最大的磐石舰、油弹运补舰，它是2万吨，那它这些临港来从来没有上过我们的船 ，OK， 来带我们的船的时候，他都会特别跟我们讲，就说，你如果觉得我们它的超船啊，可能那个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要马上的。随时该沟通就对了，对，随时沟通，然后甚至，因为事实上来讲，我们所接受到的一个要求跟一些规定啊，就是发生了任何海事啊，就是碰撞啊，或者是靠船的时候造成船的各种的损坏的话，其实最大的责任还是舰长。哦，嘛是舰长了哈。对，那所以那个我们的要求就是，如果你舰长发现有任何的疑义的话，你都要立刻阻止。是那个危机的这个排除吼，甲咱讲这个甲临港的这部分，安怎来去计较了吼。继续吼，咱要来了解了吼，就是咱的这个第4位来宾吼，咱是这个台北科技海洋科技大学航海系这个兼任副教授吼。当时阵，咱嘛是这个台湾造船退休的这个领港员吼。头拄咱讲吼，真正若是有一个真好的这个领港员吼，过去甲这个咱讲吼，船长会当有一个真好的这个计较非常的重要吼。咱今摆来邀请这个蒋元展教授你好。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教授，我们跟你请教一下哈，这回哈，你过去也在苏伊士运河里面经验非常的丰富了，曾经有20几次的这个航行的这个经验里面，那你看到了这一次哈失事的原因，我们可能有一些人在讨论说，可能有技术啊、人为的这个部分啊。那刚才我们的这个舰长他有分析过他们这个可能的原因，那你认为啦哈，在这个里面你要看到最大的致命的原因是什么？那为什么要拖到这个6天呢？哦。致命的原因啊，其实很简单，就是疏忽。OK， 啊，因为你在风来的时候要有警觉嘛，然后你操作这个船，相信这边有舰长为证。我们做任何一个动作以前，先要考虑好它所引起的效果，它所船后面所可能引发的效果。啊，你在转向之前，我们常有一句俗话讲。头过身就过，但是他呢，就是头还没过就先转弯了，或者是头过了头了，像这次事情就是他右转的角度太大，然后左后方没有空间，我们讲和 clearance 没有空间让他回转，大家很简单的讲一句，就
我们的船就是后轮驱动，也是后轮转向。OK， 所以你在转向的时候，你向右转，你必须左边要有空间，它左边是岸上，是啊，那它为什么要向右转？是因为它的船已经摆在河道的偏左方。我们在动画上，大家在网络上或者电视上都可以看到，它摆来摆去，像是在走钢索。我们开船最忌讳的就是你不够稳定。你必须稳稳的，你想转弯也要转得很稳，预先好我在哪里要转弯，我还有几个船身要到，到转弯点。那到了转弯点以后，我们要晓得，别人不晓得，我们内行知道，船转弯也是有个支点。通常我们静止的时候，支点就是我们的中心。但是你有速度的时候，这个支点就向前移了。你在倒车的时候，往后移倒车的时候，你的支点也就往后退了。所以就像我们的飞机也是一样，它的重心永远在翅膀的中间移动。翅膀的宽度，那船也是一样。它的支点永远在那重心的前后移动，我们向前走，所以它转弯的时候，它紧张了。看到因为有风和水流的影响，飘来飘去，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紧急处置，你想办法把船稳下来。那稳下来船的方法有好几种，你第一个先要减速嘛。因为风不管可能是顺风，它速度减不下来，据新闻报道有人说它时速已经到了13.5节，13.5节是我们拖船都开不到的速度。那你还是有其次的方法，我们根本没有空间，那个让我用大的跺脚，我就前面还有个锚啊，那这么大的船通常是不能下锚的，你下去就被拉断了，因为它的重力，它的momentum，动能太大了。那个锚只有在静止的时候你可以下去，下去后靠一点点微力把船拉一下，船固定在那里。再大的风浪也不会移动了，要移动也是绕着这个锚的圈子在转。所以我们是 professional 嘛，船长嘛，那这些基本的功夫、紧急的应变措施，你随时要摆在心里。而且其他的船副也好，水手长也好，平时你就要给他训练。OK， 像这个船，我觉得它还有一点最大的缺点就是，苏伊士运河当局收了过路费，它没有提供足够的驻航设施。OK， 连港已经完，它拖船，比方说拖船，我不能控制我的方向，我需要借助拖船。那我拖船一叫应该马上就到，3分钟最多5分钟内要到。就像我们的救火，这是发生火灾一样，消防队3分钟要到。那苏伊士运河它没有做这种准备。190公里长的运河，扣掉了湖，还剩大概130-140公里。你每2公里摆一个，那个摆一个拖船。就像这次大家看到那个挖泥船，它也真的是南北都有挖泥船摆的，因为它要不停的浚深，维持那个深度，所以它要花2-3天。平常在浚深的，现在紧急来抢救啊，它要有足够的泥管，它要有足够的油料也好，人员也好，都要呼叫，准备足了。在他准备的这段时间，那个运河当局派的那小怪手，你先去给我挖。其实大家千万不要当做我这笑话 ，OK， 因为挖泥船它吸泥的时候，必须要有水进去，所以他叫那个怪手在那挖出一个让水流进来的河道。我将来的吸泥管就从船头的搁浅的地方，从上往下一直吸，所以它2天的功夫吸掉了什么27000立方尺。虽然看到讲吼，这个怪手其实有伊这个用途吼，虽然咱看到讲吼，这个船体遐尔大，怪手可能是细米安尼尔吼，大尾，但是伊都是要互伊这个排毒，伊这个咱讲吼，这个刷内底吼，这个拢是卡伫内底，然后爱要乌刷，要抽刷出来吼，成一个压缩别空间吼。头拄啊，咱这个吼过去吼嘛，真侪种临港的这个经验的这个教授啦吼，嘛甲咱说明着讲吼，这个船咧驶吼，伊拢是这个尾手只来做一个带动的这个部分吼，所以伊看到这个船吼已经偏起
正平来去所以不断来有倒平有一寡这个空间所以伊咧刷叮当的时阵都四角彩的这部分来出现所以咱看避免着讲未来这条这个所谓是运河啦也有真侪大船，咱头拄嘛看着讲差不多有10000外只船会直接来经过年底安怎来去避免，这嘛是一个重点但是咱头拄嘛讲着因为安尼所以规个这个世界影响着不论是这个经济还是讲战略这个意义，拢嘛有人咧讨论继续拢请教咧这个张教授啦有人讲这个经济这个部分伊遮是定条过去拢收这个过路费，但是咱头拄嘛讲着收过路费，你有运动有的这个设备也无有无另外就是讲咱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准备，因为嘛是讲过去这个全球咧布置，因为这个咱讲分配这个物品也好。汇流也好，其实这是徛点一个真重要，这个战略意义，甲咱说明一下。头拄啊两位专家讲的拢足清楚的我嘛感觉学到真侪物件啦讲实在大家就受这个就亲像一只巴士行一条足细条的巷啊然后咧头拄啊讲到真正确，就是这个运河这个国家管理国家爱字是，伊就是提供的服务无够啦。所以咧，出现代志的时阵，讲实在，这船嘛遐尔啊大，所以就无法度应变，就出代志，就卡到伫遐遐尔啊侪工啦好加在就是后来采取的这个办法算是有效果啦。这个恶松以后就是恶较松啊，这水就会当入去，就会当甲抽嘛，抽的这个。然后伊就会当定人啦，所以对全世界来讲可以会使讲这边是好加载啦。假使讲是搁较困难还是讲船本身已经出问题，假是前几工有专家讲上歹的状况就是船断去安尼就麻烦啦，因为断去遐尔啊大你爱收收起来实在无迄个尔啊简单。即马船本身爱会当行。所以咧，伊就会当靠家己的力量船甲伊拖会当驶到其他所在，安尼就袂当卡伫遐。这讲实在对全世界来讲，这边的运算袂歹。算袂歹是。这嘛，这个互大家感觉第一就是咱台湾是海洋国家啦讲实在，海洋对台湾是非常重要。是。但是咧，我爱甲大家报告就是一般伫台湾的社会对海洋啦，对迄个家船讲实在了解是真少啦。咱咧电视嘛好，新闻嘛好，教育嘛好，其实讲到咱的家船啦，这个海洋啦，这个讲实在是真少。所以一般人对这实在了解无济。是。所以咧希望这边的以后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对这种海洋家船这种相关的了解会当增加啦。是。莫讲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但是咧讲实在就是海鲜国家啦，拢是海产尔啦其他海洋有关的物件、有关的代志拢无了解，就是海产足好食这我看。海洋这产业的风险，咱爱搁一家来认捌啦。是，这可能无啥了解，这应该利用这边的机会以后拢是增加咱对海洋的了解。是。第二咧，咱看到这个国际的这个重要的水路还有这个安全对全世界影响是非常大。是。亲像咱这边来看几百只船泊伫遐，所以咧就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全世界的贸易。这然后这一只船是台湾的这个公司租互日本，然后咧这个船长亲像是印度人，是，然后咧这船的国旗插的是巴拿马，要行伫埃及的水路，所以咧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代志，是，然后咧，所以这个出代志以后第一影响全世界的经济，第二咧就是全世界我看有这个美国这个荷兰加日本足侪专家拢伫现场来斗相共。是。然后咧，这个我个人粗浅的了解就是伫国际上这种这个对
专务吼，即个去救人、救船的即种的公司吼，非常的专业，而且会当赚足侪钱。吼，因为这是非常专业，而且非常重要。吼，这方面呢，吼国际上吼都是足侪发展。日本、欧洲、台湾虽然是海洋国家，但是咧伫这方面吼，可能国较欠缺。是。吼，这是一个重要。第三就是咱嘛有人关心讲咱台湾海峡。吼，嘛是一个足重要的水路，当然无遐尔啊细条啦，较宽啦。但是咧，吼，这个台湾海峡吼是有战争的可能性。吼，这个亲像苏伊士运河以前嘛有发生战争吼，吼以色列甲阿拉比亚伫咧战争。吼，即摆台湾海峡也是战争吼，伊本身嘛会变做全世界关心的这个热点吼。哦，所以咧，咱台湾是安怎来保护咱台湾海峡吼？这个水路。行这个安全吼，亲像最近吼，甲美国有签一个海巡的这个备忘录吼，这个就是咱台湾对国际海洋安全的一个贡献。吼，这希望咧以后咱大家拢对这较关心。是。吼，伫这方面的人才啦、知识啦、吼，这个新闻啦，吼，有较侪。吼，我想这是对台湾的社会了解全世界的这个变化，甲咱家己国家发展的方向，我想这是上重要。是啦，这个咱讲是海洋国家吼，绝对毋是干那这个海产食海产这个部分吼，所以咱讲认捌到这回这个风险，互咱吼一个驾驶啦吼，是真重要一课啦吼。所以咱嘛讲到吼，咱这只船吼是安怎遐尔吼对台湾有影响吼，因为伊就是写这个 Evergreen 吼 ，Evergreen 大家拢叫是伊是这个中型海运，但是咱讲吼这个船公司吼是日本吼这个正洋汽船吼株式会社吼，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中型海运吼是用这个轮时吼，咱讲。这个是 time charter 这个方式吼来去做的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 ，Ever Given 内底吼，这个所有者都是咱头拄讲的日本的正洋汽船吼，船籍是这个 Panama， 另外咱讲吼，这个起做的是这个金地来做船，然后咱讲动工的这个日子是2015年，真正落水去造船嘛，才3吨的这个时间尔吼，所以伊这个咱讲吼，这个吨啦吼，偌吨嘞22万吨的这个排水量吼，全长399.94，然后咱讲全的这个宽啦吼，差不多58.8，然后拄好咱讲所以是运河吼，差不多嘛是300瓦至400这尔宽安尼尔，所以咱讲规个掠摊环吼，都阻挡着咱规个这个南北吼，所以是运河这个航道啦吼。咱继续来请教这个宝啊啦吼，咱看到讲吼，真正爱保一下吼，尤其这个天价这个保险吼，真正这个船公司要赔还是保险公司即阵响的口较大声咧？因为这个发生。这个汽船公司吼，伊是迄个船主、船东，伊租互咱的中型的迄个海运啊吼，所以这个甲咱去租车的意思是共款。是，若是有发生事故，其实责任的迄个担保者就是船东的部分。哦。即马就是讲，第一伊的责任险要有够，因为即个是踢掉400几只船，吼，迄是一个真恐怖的代志。再来就是讲吼，一般咱。船是毋是会有这个迄个耽误着时间的？除了咱舰长头拄佫有提到讲，即马这个中型海运佫有经营这个全世界这个固定的航线吼，拢一直强调着爱准时啊。但是即届这个英国的迄个保险的迄个核保令就是老爱再保。伊的部分来讲，即马全世界咧送船的部分吼，这船东也是讲。送回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拢无保到这个会耽误到时间的这个保险。哇！所以这个呢，即马就是咧讨论讲，这个除了第三人责任保险的赔偿了后，佫有一大个部分是无法度去计算的。到时阵就是产险公司的这个甲这个船公司的迄个船东的迄个协会，英国的迄个船东的协会呢，可能要。因爱开一个会哦，爱来讨论讲这是要安怎分摊。是。因为这个英国的船东的协会呢，咱船的迄个保险甲咱一般驶伫路顶的汽车无共款。你看这，是，毋是讲这大栋的船，毋是讲安尼，敢若路顶满街路四界走。所以伊的保险毋是讲一般的保险公司商业保险来承保，伊是船东的公司，伫170年前伫伦敦。成立的，就是讲，咱船东吼来成立一个协会，咱是保险人，嘛是被保险人。哦。咱若是有发生这种股灾的部分的时阵，咱就当来共同的来承担。讲一句较直接就是讲，
可能要私底下协调，私底下协调，系啊，因为一般哦，咱水险的部分哦，参照你看，即观众朋友看这张图，就是讲这个货物有去浸着水，还是损害，大部分都是这个部分。啊，咱头拄有讲过，耽误着时间，即马即个保险基本上拢无去报着，所以这拢是这个货物哦，那是这个亲像船变过吼，这个货找无，还是货真正拍算去这个部分，啊，那是眼前的这个部分较无去报着。另外一个是啥物？另外这张图啊，就是最近这个网友咧 quiz 啊，讲，迄个埃及出现着第三个这个金字塔，就是讲吼，到时阵这个船哦嘛无法度浮起来，爱甲所有的货柜拢吊起来，拢甲塌起来，然后变一个金字塔，货柜都打出来。是，就是担心讲，伊若吊起来时阵，若是讲，搁有货柜落去水内面吼，就会产生损失。不过这个看起来吼，这台是无这个风险伫啦，因为过去咱看到讲哦，这个埃及的这个总统本地要下令看讲啊，这船都无法度这个抽沙抽成功，无法度互伊正常来行，所以咱讲这货柜一个一个调来，咱头拄讲到18000外的这个货柜要调来嘛，真个月这个时间吼，所以咱讲真正无好你加载吼，真正是这个天猫来帮助吼，趁到这个满月时间大流水安尼，互伊正常来去做一寡这个航行的这个动作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伫咧这6天啦吼，只画啦吼，也是讲伫遮吼穿这个沙，也是咱讲吼这个满月，互伊这个船会当浮起来吼，食水食较重的啦吼，啊排水的这个部分是甲伊这个冲水啦吼，甲迄个压冲水吼，甲伊抽掉吼，啊互这个船吼，这个咱讲力量吼，会当较轻淡薄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这个时阵吼用着真济步啦，有人讲吼啊。72点钟，黄金的这个时阵，就会使互这个船正常来行。但是咱讲拖到6天，遮尔久的这个时间，但是咱看讲国际，因为伊的这个战略吼位置真正介重要吼，美国嘛来斗帮站，咱嘛看到讲吼世界吼真正有名，亲像这个The Netherlands 荷兰吼，因的这个公司吼 Smith 嘛来进行着这个救援动作吼，先做我来看。画面中青绿色长长的水道，就是苏伊士运河高救援一点啊。因看伫卡伫河道的中树号，这是离地面720公里远的福威5号25个下晡所翕的清楚影像，其他国家翕的卫星相片也拢公布。الصندة بتاعتك بتجيب ميه مش كده؟ الصندة دي اليمين بتجيب ميه، بتجيب ميه. يعني كده دي اخر حاجه. اه يفرق. توفيق ان شاء الله. ان شاء الله.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官员26日去探视，中营海运指出，船主已经指派为荷兰加日本的2支海上专业救助团队停船，也甲运河管理局研究进一步更较有效的铺船方案。即马规机依然无解除，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评估要出手上助。We have equipment and capacity that most countries don't have, and we're seeing what we can be, what help we can be. 北京发言进一步说明，确实看到这个代志对能源市场一寡严重影响，美方会继续密切关心。We do see some potential impacts on energy markets from the role of the Suez Canal as a key bidirectional transit route for oil, and obviously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e offered assista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运河外海湾有真济货轮等要通过，有德国保险公司的报告指出，这摆事故恐惊造成全球目前1礼拜上悬损失100亿美金。中营海运表示，中速轮是租的船，脱困甲产生的第三人责任才相关的费用。甲船体损失是由船主来负责。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继续要来请教蒋教授啦吼，因为过去你这个苏伊士运河吼，真正有一航行的这个经验。头拄咱嘛讲到吼，领港的这个人员非常的重要吼。咱讲咧解救，也是讲甲这个领港人员做记者的时阵，有啥物较这个有趣味的，也是讲吼，甲伊画巴拉肯啊吼，真正咱讲船长吼，就是真正看到这条船的这个性命这个危险吼，所以甲领港人员的这个互动是啥物？甲咱说明一下。哦，船长跟领港之间的互动啊。在先进的国家，领港都得到非常大的尊重。那埃及是个非常特别的国家，它是个历史文明古国嘛，历史悠久嘛，但是它的人民啊，教育程度不够。好，因为我们看得到很多的宗教性的国家，它用宗教替代了教育，所以人民的价值观并没有被教导得很正确。好，所以。我个人过大概10次以上运河，不管南下北上，好载运汽车也好，各式货物也好，临港永远是跟你要礼物哦。
在我们先进的国家，都是临港都是比船长还高收入的人，地位也高，没有人开得了这种口的。哦，甚至你送我礼物，我都不想，我都谢谢。哦，意思到了就好。那他们是你不给他，而且贪得无厌。哦，所以我们船员界把这条运河称作 Marlboro 运河。因为所有免税烟里面最便宜的就是 Marlboro 还上瘾混的。我记得30年前大概4块美金一条吧，后来到10块美金最近那公司也给船长这个权限，你应付他的收入，应付他的需求，只求他把船平平安安的带过去。那整条运河大概分3段，进港一个苏伊士的临港，然后河道的南半段一个临港，到了大苦湖又要换临港，北上的临港，一共大概，然后到了北上运河走完了，又到了苏伊士港啦，除非你走的东水道，东水道是新建的，所以苏伊士港你还要港口的临港也来插一脚，他们不会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也不会放弃任何来领取礼品的机会，但是呢，他提供的技术，当然了。绝大部分都不错，但是每一个单位都是总有新陈代谢嘛。我的判断是，这条船出事之前不是摇摇摆摆，像走钢丝，像新学骑脚踏车的人一样，终于脚踏车终于倾倒了，就他不该右转的时候，或者你不应该用那么大的跺脚右转，你应该在更前面就开始用小跺脚把船身向右向河中心修正，他已经到了左边了，所以他不得不向右修正。那修正的时候，船尾我刚刚讲了嘛，后轮转向嘛，所以船尾一转向就转到左岸去了，一左岸，所以这次非常幸运，船尾没有受损 ，OK， 船头受一点损，对我们正常的航运国家船通来讲，这不算什么，这。第一个有保险费，所以船有船的保险，人有人的保险，货有货的保险。那当然大家说每小时4亿美金，其实这些都是衍生性，后面别的船它也有它的保险公司。各位请问，这些钱保险公司赔了，是不是要在未来的物价上面还原出来，还给保险公司？是，而且。船将来的保费再提高20%、50%，像有的保险公司，有的船东保险公司还敬谢不敏，我不保你的船 ，OK， 因为你出事率太高了。是，所以这个咱讲这个教授真正这个经验真济过去伫咧苏伊士运河在这个经验嘛，甲大家分享咱嘛讲到这个苏伊士运河是安遮重要，咱讲真正若是这个货船，若是讲咱讲伊真正是连接到这个非洲也好、亚洲也好在这个部分，伫埃及这个西奈这个半岛西边专长咱讲190公里，扣掉咱讲有这个湖也好等等有诶讲是160多公里历史过去咱嘛讲到甲这个古埃及的这个时阵运河废弃了后千外冬了后，尾手伫咧即个1869年再过来去通航那么看到讲伫咧2016年的时阵有做一寡拓宽的这个动作但是即回咱讲即个航道者是无拓宽的这个部分为虾米遐尔有经济价值咱讲苏伊士运河东向这个航道达7运输的价值差不多45亿美金，在这个货物西向这个航道咧是运输差不多50亿美金的这个咱讲货物真正是咱。一来一去的一个航道啦尤其这计算的这个部分拢是美金所以咱讲逐日全球贸易差不多占12%啦100万人桶的这个石油8%的这个液化天然气，就是咱的亚速通过着这个运河所以咱看到迄当阵这个石油也好，还是讲这个亚速的这部分有小可有起落啦另外重要性就是讲亚洲和欧洲的这个经济命脉啦另外是少数有大型商船会当通行无需要这个船闸的就是运河啦另外通过，所以说运河比西过这个咱讲这个好望角遮啦会当缩短一半的航程继续能够请到舰长这个部分伊嘛真正真错啦，尤其有做一个咱讲图表要让观众朋友较了解，就是苏伊士运河伫遮咱真正唔免安尼西过规个这个海洋这个部分甲咱说明这个。如果说为什么我们看这么多的船舶他不愿意
绕路，他都在那边等，他宁可在那边等。其实跟这个路程有关。OK， 为什么？如果说啊，我们现在这边所看到的，假设他是从沙烏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边出发，然后要到荷兰的鹿特丹。那他如果是直接我们讲到穿越红海，经过苏伊士运河，然后进入到地中海，然后接下来，然后再进入大西洋的话，那这一个航程他们大约是25天。那如果说今天苏伊士运河真的不通了，那他要往南走，经过好望角，再上来的话，他要45天。45天至20天的差别哈，那就差了20天。而且呢，因为经过索马利亚外面的话，它其实有另外的风险，也就是海盗的部分。那一般来讲啊，通过这段海域啊，它之前它会有所准备。那它的船上面会有一些不管说是铁丝网啊，或者是它有一些门锁啊，它要防止海盗的进入。另外，它因为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当地，它有很多的船舶在那边，军舰在那边巡弋，它会告诉你要如果看到了，那要如何的通知。那这些那都是平常他们在出发之前航行计划所要定的。那如果现在他要临时的转到那个经过这一块海域，然后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其实对于船公司来讲是非常危险。那其实我们这边可以补充一下以前我在海军的经验哦，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啊，就是舵机故障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我其实个人有一次很惊险的状况，就是当我的船的船首距离基隆港它的一个防波堤大概只有100码的时候，我的舵机故障。哇！那而且呢，它的故障它不是卡于右舵，它是卡于左舵，也就是它就是这个方向就一路要往那个防波堤上撞了。那在这个时候，那一般我们都会启动所谓的那个舵机故障的那个应变。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因为带进出港啊，那我们都是我们舰长自己带的，那也不是值更官。那个时候，如果说你要等到那个部署都就位了啊，其实要一段时间。那最好的方法，舰长自己排除。那自己排除的情况下，因为那个时候事实上来讲，人员到后舵房，因为我们海军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主要的电机，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个舵机。那前面不行了，就用后面的那个舵机。那一次，其实后面的舵机也故障。那我们其实还可以用人力的方法。大家不要想说认为说那一个人转那个舵轮，然后不是哦，他是用钢索拉的，那一组人大概要6个人去拉那个舵机。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我直接用不平衡的转速，也就是我的左车啊用到近3，那我的右车就是停车，然后让左边的速度比较快，右边的速度比较慢，那个船就自动转向，对，让回过来呢。那等到过了那个防波堤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再慢慢来处置，看是不是叫拖船啊，或者是我们启动那个舵机故障部署的时候就能够排除。结果事实上，第一个那个也无法排除，因为用人工舵的在后面操作的人都快转死了。那他那个舵脚只会转5度而已，而且它的速度很慢。第二个，那个我们海军自己的拖船呢，叫来还要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是突发性的，所以只好舰长展现自己的船艺，自己进去靠。而且因为我们的船并不大了，那我们这样进去靠的时候，我还记得哦，我用到的那个车速，最后靠在港上面的时候，那码头上面的时候，我左车用到近3，我右车用到近退2，那我才能够把它贴上去。所以这就是说啊，在船上的情形啊，其实跟那个我们一般在陆地上的情形很不一样。那所以说，行船走马3分险，也是这个道理。有影吼，咱讲这个行船也好啦吼，咧走马也好，拢是有这个风险伫的吼。其实头拄啊，这个舰长嘛，甲咱分享到，咱讲过去伫咧基隆港吼，要靠搭插点，靠这个船业，甲这个船救互转来吼，这是嘛是一个风险的这个排除啦吼。相信这个咱的这个副教授过去驶船的时阵嘛是经验真济吼，咱等下再好好来请教吼。但是咱过来讲到吼，另外一张图啦吼，这个讲啥呢？就是讲吼，这回这个卡船的这个事件吼，真正是省动到这个全球的目标吼，大家吼。
若是最近有咧看这个新闻吼，有人讲吼这个羊啊嘛伫头顶啦吼，也是讲吼，这个咱的这个原物料拢伫头顶，头拄人讲有雅士也好啦，石油也好啦吼，所以咱这都会顺着，即回吼，亲像卡伫这个船啊，伊这个吼起落吼，价小都。较起，咱讲吼股票嘛，直接吼起落落吼，原料吼拢来起价啦吼。但是咱看来讲吼，可能买手这个起落，也有一寡这个吼波动伫咧吼。保险业的这个损失，头拄咱这个阿伯小可讲过吼。但是咱等下搁看下吼，卫生纸吼，这个嘛要起价吼，咖啡豆嘛要吼来继续来起价吼。海运汇率吼会继续来去压悬吼。咱继续来先到张教授啦吼，所以。规个全球贸易安尼来看吼，真正拢是安尼起，也是会有看到波动了后，会搁落落去无？因为这个代志已经算解决啦，敢会安尼？讲这以前我头拄啊听这个监长讲迄个以前的代志吼，第一我是足佩服的，伊实在是足厉害。是。第二咧，这是毋是国防的机密？这个秘密的代志袂当讲吼，这个爱节目爱加掉吼，这讲生笑。当然，这就代表吼，这个。造船哦，航海吼，实在是足专业，而且咧足侪无确定的因素。亲像你讲伫头拄仔讲到，已经到这个归人的港内，拢有可能出代志。莫讲这个是伫全世界的海洋遐尔啊，远，而且咧船不管是偌大走伫这个海洋中间拢是足细只啦。是啊，所以这个全世界其实拢有这个有可能就是经济。这个贸易受到这个海运的这个无顺的影响。这边呢，咱看到就是这个伫大船顶悬其实什么物件拢有啦。这个丝的这车嘛好啦，色的嘛好啦。什么各种的工业啦、农业啦，什么拢有。所以咧，咱看到就是这是毋是到底这个对台湾的经济有影响，我想这个一只船出几下工的代志，可能无遐尔大直接的影响。但是咧，对全世界来讲，是毋是未来爱有更较进步的这种对这个海洋对这个驾船较好的管理甲服务。是，我想这是足重要。亲像第二就是战略方面。OK， 这个上重要的水路其实。对台湾这种国家来讲，咱讲虽然这个所在离台湾足远，一直非洲，听起来大家看到就感觉讲这是看新闻，感觉这无啥物对台湾有影响。其实咧，伫过去台湾差不多伫60年以前中国拍金门的时阵迄个时阵，这个美国就派海军来支援。就是大家拢知影，这是823的炮战。是。迄个时阵咧，美国本来伫亚洲的太平洋是第7舰队。第7舰队来支援的时阵，美国为着增加第7舰队的实力，所以为地中海派第6舰队的这个军舰来支援。迄个军舰就是行苏伊士运河。OK。因为假使伊要行非洲第一是时间太久，这个伫军事上来讲，这个行苏伊士运河是较紧，所以咧，其实台湾这个国防安全假使咱认为咱希望美国来支援迄个全世界每一个上重要的水路的安全甲这个交通其实甲咱台湾的安全拢有关系。拢爱顾好势亲像苏伊士运河是全世界上重要的运河嘛。第二个重要的运河就是巴拿马。我以前就看过一本册，就是中国迄个时阵爱拍台湾。伊就惊讲美国派军舰来支援，所以中国就是派迄个 spy 伫巴拿马运河把迄个船爆炸，船停就是这个派去以后就把迄个巴拿马河卡掉，互美国的军舰无法度马上过，安尼来阻挡这个美国支援台湾的时间。这当然是一个这个唔是真正这个发生的代志这是一个电影，对一个故事。但是咱看到中国即马爱甲巴拿马建交，伊就是重点就是伫巴拿马运河伊嘛爱发展伊的实力。OK， 伫埃及来讲中国1956年就甲埃及建交，伊就是希望爱增加伊伫非洲的影响力。所以咧，对咱台湾来讲，全世界发生的代志
拢有可能影响伫咱台湾。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吼，这个真正对台湾吼嘛是有关系。除了这个船吼写 Evergreen 吼是咱中型啊，这个部分吼，其实咱讲规个这个战略思考，搁一届吼，互咱提升着这寡意识伫咧吼。虽然他都讲到北上这个金额有真济啦吼，咱讲吼这个通行贵啦吼，有人讲吼这抓吼这个咱若是载到这个 TUE 啦吼 ，TEU 吼2万吨的这个部分啦吼，若是满载吼这个货柜证吼，一摆都要70万的这个美金啦吼。另外的这个救援费到底是啥物？咱讲吼，符合这日本若是荷兰这个咱头拄讲的 Smith 这团队吼拖船这费用吼，另外可能都要付差不多1亿至2亿啦吼。啊，航程的这个增加费，有的人是安尼个踅出去，吼，再个其他的这个航线吼，这嘛是由着这个国际保险赔偿协会啦吼。啊，若是讲货物延前的这个赔偿金吼，所以咱看到讲吼，真正造成着这个全球无有个这个升长啦吼。有人讲是576亿，有人讲是这个885亿这尔济啦吼。所以咱看到这数字会不断来增加尔啦吼。咱继续吼，搁请教阿波啦吼。咱看到讲吼，真正伫咧即回头顶吼，啊，搁有一寡这个俱乐部啦吼，咱头拄嘛有小可讲到吼，啊，搁有啥物这个保险这个部分来去注意？有人讲吼，到底是保啥物这个部分吼，开当吼较完全的这个合约啦。即摆即个我看迄个有一个统计啦吼，就是讲像水险这种这个货物运输保险哦，这些影响到的话，就是第三人的部分，属于责任险的部分的理赔哈。我看这个统计数字是2500几亿的美金啦。哇！好，这是这个部分，就是讲我准去用读的啊，但是不是我的责任嘛。OK。所以伊的迄个第三人责任保险也就启动啊。啊，即摆上重要就是讲，因为产险公司有一个最特别的部分，就是讲，因为拢是这台船共读的嘛。哦。啊，所以即摆就是单位，唔是像日本的迄个建用汽船，因为保险公司有代位求偿，我背后这个公。在迄个受到影响了后，我即马其他保险公司讲，那我要向你提起代位求偿，是，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冗长这样子。是，有影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吼特别未来去甲观察啦吼。啊，上尾咱搁请教这个吼船长啦吼，也是咱的这个教授啦吼，其实你过去的这个经验嘛真济啦吼。咱嘛讲到吼，这个未来可能这个船只吼，也是有可能伫吼任何这个所在拢有风险，避免风险上大个注意啥物？以你的经验。就是要做好一切的准备，连天气的变化。是，所以过去我们的船也好，飞机也好，都会把责任推给天气，推给基建故障。但是现在在这个科技的时代，马上进入5G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的进港之前的航机图了。是，进了河道以后，它的摇摇摆摆都是跑不掉了。OK。所以现在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隐瞒，这也是个透明化的时代，也感谢科技的进步，那所以也会引发了保险的变化。OK， 过去的保险费，保险公司产险嘛，这就是产险，还有人寿就20几个船员嘛，那船有船的保险，人有人的保险，船上的货物有货物的保险。船后面前面耽误别人的那个第三责任的险也有保险，他自己本身也有保险，唯一不能保险生命 ，OK， 还有环境，环境的复原。那这次船长次轮最大的幸运就是它没有污染环境 ，OK， 啊，第二个它没有人员的伤亡，有了这些的话，将来的赔偿更是难以估计。那现在呢，为什么？大家吵着说1小时损失4亿啊，什么这里写的576亿啊，老师说的2500亿啊，其实不管未来衍生性多少的费用，都要转嫁到我们未来的物价。这还没有损失呢，我们就已经先说卫生纸有问题了，所以一定叫屁啊那样，造成卫生纸商，它现在就像股票一样，先赚一只停板再讲。我的成本毫无变化，我只是对未来的预期，我要涨价。所以，经济就是这样子来的。那我们要控制这些经济呢，就像控制着地理，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永远在强权的管制之下。表面上我们看埃及，
搞到最后你们还因为动作的缓慢，到最后美国总统都说话了啊，对不对？拜登能恭维啊，是埃及总统也不是傻瓜，说我要把18000个货柜卸下来，就像库索的那张照片一样，用货柜来堆一个金字塔，那是不可能的事。好，当然最后如果说真的每一种方法都解决不了，其实我们也要就地解体，对不对？这也是没办法，当然是不可能。所以每一个环境都有它的特殊状况。那像我在船上航行，我刚刚听了舰长说的话，我就好羡慕他，因为军舰都有2个车，双车，没有舵我都还可以用双车的变化产生舵效。我们商船就一个车啊，一个车坏了，就是，但是还是有办法。所以我说运河当局，他没有在每一个适当的地点设置拖船，这个临港这个部分来进行。他自己的临港和船长，他没有足够的船员。是，我2个锚一丢下去，船就停了嘛。虽然看到讲吼，这回这个风险事件啦吼，做全球的人吼，真正吼，大家拢要去好好来思考了吼。那么看到讲抢救151点钟了，好，你家在总算该度危机，感谢所有来宾，感谢，谢谢，多谢。